再来看台南的二林溪哦，过去风弹真侪电子粪扫。台南社会大海环境小组最近这几当是发现讲，溪里的鱼仔、虾仔是有愈来愈多哦，嘛乌面拉飞来遮找食食，也毋过哦，遮个有真侪粪扫拢还未清掉。台南市的环保局是表示讲，因最近有向环境部来争取经费，会来进行一个废弃物清理试验的计划哦，清粪扫佮兼回收有价值的金属。溪水当中，不管是鱼虾、灰条，甚至是乌面蜡灰，这几当这个所在渐渐出现不少生物来找食。二林溪过去因为重金属的污染，虽然经过政府清理了后，环境有改善，不过环团发现讲，也有不少污染要清理。我们发现，在南定桥的南东西两侧，还有二人溪桥乐岭，还有三小块。这三小块加起来不到100-200公尺，但是政府可以一拖再拖，拖了好多年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处理。这里有非常严重的重金属，有大药性污染。涨潮的时候，那边红树林的地方会被水淹到，然后下大雨的时候，这个会冲出去，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高风险的事情。台南市环保局讲，进前甲环境部争取到要1000万来执行二林溪河道废弃物清理试验补助计划，选伫咧南定桥以东450公尺，大约40公尺块河堡，去年底已经发包。那目前呢，也完成这个工作规划书的审查，那并向6合分署提出这个河道使用计划。那后续呢，我们将召开专家咨询会议，那征求意见之后呢，来展开清理工作。那在清理过程，如果发现有价的这个资源的话，我们会采回收处理的方式，来降低整体的处理成本。因为环境部准备制定资源循环促进法，把废弃物改名改做废弃资源。款花嘛提醒讲，应该经过严格的控管处理，才会当讲是资源。若无未来乱倒废弃物会一直发生。也这个试验区等待第6核转分数核准河道使用计划，就会当开始来清理。环保局嘛讲，计划未来二林溪电子废弃物做好回收。那挖到的电子废弃物是有价值的金属，而且回收业者来处理，降低处理的成本，这摆企业嘛，加做未来清理的参考。记者台南报道。